台东县逐年拢有100多位因为家庭失能需要互别人饲的囡仔，其中有包含3成左右的身心障碍儿童。因过台东县的寄养家庭即嘛是渐渐高龄化，需要新的寄养家庭投入。县府甲家扶基金会、家扶中心伫咧今仔日举办分享会，希望会当吸引到愈侪少年家庭做伙来照顾囡仔。 台东县一个寄养过18囡仔老妈妈，分享过程中拄到真侪身心障碍囡仔，有时阵真辛苦，有时阵也真快乐。那用包容理解的心态面对，其实看到这不幸囡仔后来笑容，遐辛苦都感觉有价值咯。看到孩子的进步，看到孩子的成长，懂事了，他快乐起来了，跟你相处就自在许多了。这个就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幸福。 不过，老妈妈年岁已经真大了。台东家扶中心统计，目前44户寄养家庭的爸爸妈妈年岁在51岁到60岁之间。不过，要找接手较少年家庭无简单。家扶中心希望透过分享会，说明其实加入寄养家庭无困难，也可以帮助更较侪囡仔找回厝的感觉。政府也提供固定经费甲支持系统。像现在我们照顾的寄养儿少，就是除了3岁以下需要全时照顾。 其实3岁以上都还是可以跟县府那边合作，它可以进到托育的体系。要的物资啦、经费啊，然后特别的一个需求、个别的处遇，然后乃至于医疗资源等等，其实我们都会跟着家扶基金会一起陪伴孩子。台东县社会处表示，台东县平均每年有100多需要寄养的囡仔，其中有3成是身心障碍，则是需要新会加入。呼吁25岁以上少年家庭应投入寄养家庭。公视新闻台东报道。